捡到的黄金应该归国家吗？2015年，新疆的一位牧民在荒地上捡到了15.7斤的狗头金，全凭运气在路上捡到的黄金，究竟属于个人所有，还是应该上交国家？本期科普世界观就带你了解无主的黄金应该归谁。2015年，一位普通的牧民，不知真的是老天开眼，竟让他捡得了一个重达15.7斤的狗头金。此事一出，各种谣言新闻满天飞，甚至有报道称有人出价300万想购买，但这位牧民却不敢出手。这其中又有何隐情？要弄清事件原委的前提，先弄清楚什么是狗头金。所谓的狗头金，说白了就是天然形成的金子，它的主要构成由石英、金子以及其他的矿物质组合而成，因其金的比例非常高，又由于它的外形有点像狗头，有时又有点像马蹄，所以也被人们常称为狗头金或者是马蹄金。像这种狗头金毕竟是天然形成的，如果单纯从黄金比例以及其中杂质的程度高低来判断，它的确不咋地，但它却比同等量重的纯黄金更加值钱，因为它是大自然产生的，极其的罕见，拥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，就如同捡到的天然钻石，虽然没有经过人工的切割，却也是价值连城。狗头金一般都是整块进行交易，它的价格的高低是跟它自身的品相以及重量划等号的，尤其是超过10斤以上的狗头金。抖音